我見到香港係政治犯越嚟越多，咁啊都係今次一件係香港嘅政治歷史或者香港嘅一個非常之黑暗嘅一個日子嚟。講翻支聯會呢件案件對今次嗰個影響咧就好清楚嘅，再一次去鞏固香港一啲即係惡名嘅香港嗰個嘅國際聲譽係翻唔到身啊！經過呢一次嘅案件之後，咁頭先你講到係最後一單嘅案件啦，咁下年要仲有一個特首嘅選舉。之前你講過好似香港政府、中國政府係要喺下一屆特首選舉之前掃平呢一切嘅障礙，係嘛？呢個亦都係支聯會案件結束差唔多係進入咗，即係點樣打咗跑馬仔，仲有下一個新嘅一月。嗱，當然啦，而家咧係2026年嘅8月啦。咁件案件大家知道咧，就係8月28號就求情嘅。咁法官亦都係表達過啦，就係量刑咧就分兩個，輕者咧就係0至5年，重者咧就係5至10年，最高係10年嘅。咁就希望嗰啲辯方咧能夠就呢一個刑量咧量刑咧就係即係協助呢一個法庭咁樣樣。咁當然我梗係希望佢哋3位啦都能夠獲得輕判啦。喺個量刑係即係0至5年。如果佢哋係獲得輕判係因為其實佢哋冇做過任何嘢嘅，喺嗰段時間嗰發生效之後，咁如果佢哋能夠獲得係即係較輕嘅量刑咧，咁佢哋可以咧就係即係差唔多判完案之後就冇耐就可以出嚟，特別係何俊仁，因為何俊仁認罪啦，可以係扣減1/3。咁何俊仁已經坐咗1200日㗎啦，咁都已經係即係接近4年幾啦。咁有啲5年啦，咁樣學阿周永同嗰啲。咁當然啦，如果法官係判到係即係較重嘅咁樣樣，咁就可能係5至10年咁樣樣。咁但係佢哋都冇涉及任何嘅非法行為，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好難去判一個較重嘅刑罰。咁大家都拭目以待啦。咁8月28號求情，我估可能係12月1號之前咧，即係就已經有呢一個裁決㗎啦，即係量刑上面嘅裁決。但係呢件事情我相信唔代表結束嘅，因為我相信周幸彤同李卓人咧係有機會係再上訴嘅，上訴到終審法院咁樣樣。咁無論如何對北京嚟講啦，或者對中聯辦嚟講，起碼呢件事情咧就係告一段落㗎啦。咁之後嘅上級法官即係上訴庭以及呢一個終審法院如何裁決咧，咁就慢慢釋目。咁但係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後咧，我相信到今年年底咧就一啲重大嘅案件咧已經係完全係即係叫做掃平啦，喺北京眼中。咁47人案啦，亦都會排期緊終審法院嘅上訴啦咁樣。跟住就係黎智英放棄上訴。咁到埋呢一個支聯會之後咧，我相信相關嘅案件都會喺呢一屆政府之內咧係會完畢㗎啦。我估計就算支聯會上訴都好啦，佢牽涉到呢一個攞唔攞到許可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嚇。咁攞到許可咧，就可以喺終審法院裏邊咧，終審法院有海外法官，咁亦都會唔會嗰個判刑上面咧係會有一定嘅處理唔同咧咁樣。咁但係今年11月到啦，我諗好過幾個月咧就開始嗰啲選舉委員會嘅選舉，以及呢一個選舉委員會開始選舉之後咧，就開始就係即係究竟邊位有機會咧就係被欽點被北京欽點為下一屆嘅特首咧，就慢慢會浮現出嚟㗎啦。咁似乎而家睇個趨勢都係阿李家超有機會係連任嘅，雖然佢年紀已經都接近係咁上下，咁但係即係似乎係佢有呢一個被機會連任。咁當然當政治案件掃除嘅時候咧，亦都係標誌住咧北京係需要香港另一個階段嘅。咁呢一個階段咧係即係揾武官去治港啦嚇，即係李家超係武官出身嘅，咁係陀槍出身嘅，咁加埋鄧炳強啊，同埋即係政務司司長等等呢啲，陳國基呢啲全部都係武官出身啊，即係無論係警務處好，或者係呢一個入境處都好，咁武官出身為主。咁但係似乎佢下一屆政府可能佢會需要咧，就係使用一啲即係其他人員咧，就去令到香港嗰個經濟多元化啲。咁大家明白咧，就係香港係嘅情況變得越嚟越差嘅時候咧，要扭轉呢個局面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咁但係我相信北京亦都希望咧，就係下一屆政府能夠所謂擺脫香港一啲政治嘅陰霾咁樣樣。咁但係支聯會嘅案件咧，黎智英同埋47人嘅案件咧，令到香港嗰個嘅國際嘅聲譽咧，已經係蕩然無存㗎啦。咁好難係恢復過去香港嘅光輝歲月。你頭先話個李家超可能會連任，你嘅理據係啲咩嚟？我而家睇唔到，即係而家有一啲因為同以前唔同嘅。以前咧，你見到咧梁振英好，阿林鄭月娥好，佢哋未即係去到即係選舉前1年前咧，已經有啲微動作咧，係表示有興趣去選㗎啦咁樣樣。咁以前嚟計咧，差唔多係最少內地啦嚇，有唔同嘅系統嘅人咧，可能會鼓勵呢一個唔同嘅人去準備參選咁樣樣。咁你見到就
即係例如梁振英啦，喺曾蔭權做緊特首嘅時候，大家嗰陣時都估計可能係唐英年去選舉咁，後來咧就係梁振英咧就已經喺1年之前咧就已經開始又落區啊，又成咁去準備做特首啦，準備選特首。咁你見到到梁振英做緊特首嘅時候咧，咁林鄭月娥亦都去到差唔多任期末嘅時候咧，亦都有啲表示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咧就似乎係去到今天都好啦，你見到都冇任何表示。當然大家而家見到係最高調嗰位鄧永強咧，就似乎佢哋仲係蠢蠢欲動咁樣。但係我都講過啦，佢可能係想即係升做陳國基個位，政務司司長，暫時似乎都係未輪到佢。咁但係呢啲一切都係等夏寶龍去拍板嘅啫。香港而家係冇任何真正嘅選舉㗎啦。咁夏寶龍早前落過嚟香港見過一啲人領導啊，見過啲所謂建制元老啊咁樣。亦都我諗喺嗰段時間裏面叫大家咧就唔好異動啊，唔好咁快表態去支持某位人啊，中央未有決定啊咁啦，即係呢啲講翻支聯會呢件案件對今次嗰個影響咧就好清楚嘅，再一次去鞏固香港一啲即係惡名嘅香港嗰個嘅國際聲譽係翻唔到身啊！經過呢一次嘅案件之後，即係香港唔能夠成為一個所謂自由嘅指標嘅。以前香港係喺國安法前啦，或者係應該咁講。喺2019年或以前，最緊要就係更加係2014年嘅時候之前咧，即係雨傘運動之前咧，香港係自由嘅指標好高。咁喺呢一個所謂一啲無國界記者俾香港嗰個自由嘅指標好高。咁但係而家經過呢幾件案件之後咧，同埋重判之後咧，就香港已經冇咗個自由。當你冇自由嘅時候咧，個經濟都好難去發展上嚟。香港係金融中心，如果你要有一個非常之成功嘅金融中心，就一定係有好自由嘅資訊流動。似乎香港而家缺乏咗呢樣嘢，咁就香港都好難翻身。所以未來嘅1年係北京都係要面對好大挑戰。如何振興香港咧？係即係佢講由治及興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表述嚟嘅啫。呢個表述係冇客觀基礎。咁我而家個裁決咧係重判、輕判。你嗰個取決嘅因素會係啲乜嘢咧？有冇可能受中共入邊佢哋有啲咩考量，或者中美關係，或者國際上邊一啲因素嘅考量？即係香港呢班官啊，要等候北京，等候佢哋嘅指示，先至可以決定點樣判咧。有冇罪呢樣嘢咧？我相信咧就嗰啲法官、嗰啲國安法官咧就好清楚㗎啦。佢哋即係感受到，佢哋都感受政治氣氛嘅。咁佢哋都明白到就唔可能判無罪㗎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喺今次判刑之前係冇意外啦。至於即係判罪嚇，至於判刑上面咧，我諗北京嗰個嘅即係直接嘅干預咧係冇咁明顯嘅。咁你見到咧見到其實就有2件案件啦，有2個人啦。黎智英判20年咧，就北京係冇乜點出聲嘅，或者即係佢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所謂係即係喺北京眼中呢個要重判咁。咁但係戴耀廷咧係判15年。咁，但係因為佢認罪就實足係坐10年，咁所以其實有某個階段裏邊咧，律政司咧係想去簡單嚟講，北京傳達信息係透過行政機關、行政嗰邊，即係透過律政司嗰邊咧係容易啲嘅。咁佢傳達到佢想即係上訴刑期啊，即係咁樣。後來最終冇對戴耀廷即係上訴刑期，但係喺個即係47年案裏邊咧，黃之鋒嘅判刑咧係7年，咁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少嘅，咁所以就又唔可以上訴刑期喎，即係或者唔係幾方便去上訴刑期，因為喺47年案件裏邊咧，黃之鋒扮演嘅角色同其他人差唔多，佢唔可以因為黃之鋒判得輕咧，所以咧就其他人都一齊咁樣去改變嗰個判刑，咁所以咪趕住咪揾阿黃之鋒再告多單咯，令到佢再坐多幾年咯。咁我想講個論據咧，就話咧，其實今次嗰個案件咧，就支聯會咧就唔係當年韓正點名嘅3個人嚟嘅，韓正當年點名3個人就係黎智英、戴耀廷同埋黃之鋒嘅。咁支聯會呢3個咧就係點名，但係因為支聯會喺北京眼中裏邊咧都係一個眼中釘啦，係有條刺噶啦，佢忍咗即係30年噶啦咁樣樣。咁今次咧佢就即係因為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咁佢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去剷除呢一個支聯會啦咁樣樣。咁而今次都係成功咗啦，咁亦判刑。咁就我相信刑罰上面咧就會有唔同嘅做法嘅，有機會。我覺得可能佢哋會係就唔同嘅人咧，可能有唔同嘅判罰啦。咁會唔會認罪嗰啲判輕啲，即係堅持下去不停辯論嗰啲可能判重啲？呢個我自己有所擔心咁樣。咁但係我希望成件案件都係呢個輕判啦。咁但係似乎就算重判都好啦，都係可以有6至10嘅。咁重判如果係重判裏邊嘅輕咧，我覺得呢個係極限嚟嘅啫。咁但係其實簡單嚟講，成件都係冤獄嚟㗎。佢哋坐多一日都係呢一個即係一個冤獄嚟嘅。咁佢哋應該要立即釋放嘅。咁但係
我都期待啦嚇，即係佢哋都係能夠獲得輕判啦嚇。即係佢喺8月28號求情噶嘛，咁9月20幾號個習近平要去美國訪問啦，咁所以我哋成呢啲外圍因素會唔會影響咯？即係如果係中美關係所謂嘅緩和，會唔會即係北京都送啲禮同咁樣咯？同埋習近平去訪問美國，大家極有可能要關注黎智英會唔會釋放，呢啲因素會唔會都有少少衝擊咧？對呢個案件有少衝擊啦，但係我覺得就北京最興嘅就係點咧？重判咗你就攞嚟做講數添。如果從呢一個咁嘅角度，就會唔會送禮咧？我覺得就即係送禮都唔係支聯會㗎啦，送禮都係黎智英嘅啫。但係我相信北京裏邊咧慣性咧就係點咧？收咗禮物，然之後先至送禮物嘅。即係北京嘅過去嘅習慣就係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你俾咗好處北京啦嚇，例如一啲關稅啊或者一啲制裁寬減免啊，佢先至咧係會有所放寬嘅。咁如果喺支聯會嘅案件，如果加埋啲因素咧，我更加唔樂觀添啊！即係佢係即係重判佢哋，愛嚟咧就係交多啲籌碼，第一咧可以有多啲嘢咧嚟到去做呢一個嘅講數添。咁但係我相信呢件案件就未牽涉到咁嚴重嘅。咁如果從頭先我所講嗰點名嗰幾個人咧，即係黎智英、戴耀廷同埋呢一個黃之鋒啊，俾韓正點名啊，咁佢哋佢哋支聯會咧就雖然支聯會整體嚟嘅咧已經喺北京眼中係多年嘅眼中釘咁樣。咁但係佢呢幾位都唔係被點名嘅對象，咁但係但係件案件，你知道呢類嘅案件嘅判罪咧係極其量係10年，但係佢哋所做嘅嘢嚇，亦都冇牽涉任何，即係呢個判詞裏邊都講佢哋冇做過啲咩非法嘅行為咁樣，咁只不過係堅持即係佢哋嘅主張啊，嗰個主張係所謂結束一黨專政，而咧結束一黨專政就係佢哋間中就違反呢一個國憲法咁樣。咁喺咁嘅基礎之下，我覺得極其量應該就係重最極其量就係重，即係6至10年嘅輕嗰部分。啊，即係6年啊、7年啊，呢個極其量噶啦，咁樣。佢哋唔認罪嘅情況之下，咪極其量6年啊、7年啊咁樣。咁呢個我自己覺得，咁有何俊仁希望佢認罪之後就可以即係判完案件就可以釋放咁樣。咁呢個有一點啱啱阿閃講過嘅，就係佢今次判案咧引用咗中共嘅憲法係2018年嘅版本啦。咁咧就係即係呢個香港判案點解國安法可以引用中共嘅憲法嘅？所以呢個可能法律知識我哋唔係好識嘅喎。嗱，其實法律專家講過好多個啦，但係個判詞裏邊有解釋嘅。咁但係簡單嚟講就係，即係支聯會嘅案件嗰個核心嗰句咧，所謂違法嗰句咧就係結束一黨專政。2018年嗰個憲法咧嘅總綱裏邊咧係有講，即係共產黨領導係根本嘅社會主義制度咁樣嚇，講明一個共產黨領導。咁如果你結束一黨專政，係咪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咁樣？咁當然咧，嗱喺辯方嘅角度就係結束一黨專政。係西方輪替，咁啊有選舉產生有民主嘅情況之下，共產黨如果贏到人民嘅支持，就繼續執政。咁呢個就唔係等於結束一黨專政，唔係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咁但係喺法官眼中裏邊咧，你結束一黨專政，就等於咧就係否定咗呢個憲法嘅總綱裏邊嘅第一條咧，就話係共產黨領導。佢就等於結束一黨專政，就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即係控方同埋呢一個法庭嗰個接納嘅論據咯嚇。咁但係成個憲法裏邊冇寫到一句嘢叫做一黨專政。咁結束一黨專政呢個説話89年捱到2020年、2021年嘅喎，捱咗成30幾年嘅喎。嗱咁佢個控方佢個控罪咧都係指2020年7月1號至到2021年9月8號嘅。咁因為喺國安法未生效之前咧，呢啲唔係構成一個所謂即係非法嘅行為咁樣。咁即係呢個係控方有講嘅嚇，控方或者而家法庭都有判就係即係主要係2020年嘅即係國安法生效之後嘅事情。周幸彤佢有講佢被押送嘅過程中有戴手銬、腳銬、手鏈、腰鏈，仲唔知點樣啊！總之將佢全身嗰啲嘢咧就連埋一齊，然後佢咧形容自己好似被放狗一樣嘅押送啊！所以呢啲好多香港人睇到都心好痛啊！所以點解呢個以往未有試過咁樣嘅喎？係真係針對佢一個人咧，就係李卓人先生同埋何俊仁都係咁樣咧。又點樣睇呢個懲教處咁樣嘅做法咧？我諗懲教處就刻意去羞辱呢幾位啦，咁係令到法庭或者係令到呢一個嗰個所謂身體語言咧表達就係要嚴打呢幾位啦，咁起碼就係喺行政透過即係呢個嗱，你明白懲教處都係懲教處都係保安局管轄嘅一部門，都係鄧炳強管轄嘅一個部門，咁係行政嘅一部分嚟嘅。咁鄧炳強可以去表達一啲意見俾懲教處處長嚇，佢哋要嚴懲嘅呢幾位，嚴肅即係嚴厲去對待呢幾位咁樣。咁我自己以前都係還押過即係因為被控呢一個非法
未經批准集結，咁亦都係還押後判，即係押即係點啊？喺法庭裏喺呢一個監獄裏邊係被押送去法庭，係被押送去法庭度去聽審或者係審判咁樣樣，聽判刑。咁嗰個押送嘅過程咧，係我嘅經驗裏邊咧，係一出法庭，一出呢一個監獄咧，就要呢一個落手鐐嘅。咁直至到去到呢一個法庭裏邊咧嘅法庭裏邊有少少監獄嘅，法庭嘅監獄裏邊咧先至解開嗰個嘅手鐐。咁而嗰個手鐐咧係上到法庭之前咧就先至入呢一個大庭嘅時候先解開嘅。咁而今次阿周幸彤所做嘅處理嘅方法咧係比其他人士咧係更加嚴厲啦。當然係我覺得個背後目的就係鄧炳強係想收錄呢幾位，同埋上法庭咧俾一啲俾國際社會啦，或者俾呢一個香港社會明白到咧，就係支聯會係佢哋要打擊嘅一個重要嘅對象。呢幾位嘅即係被告啦，都係阿善你係香港熟悉嘅人，即係你嘅前黨友啊，你認識嘅民主陣營嘅戰友。其實而家針對佢哋面對咁樣嘅裁決，最後可唔可以講下阿善你嘅感受啊？同埋大家明白啦。幾位咧嗱，周幸彤係比較年輕嘅。周幸彤喺8964嘅時候咧，即係得幾歲嘅啫。佢後來就即係大咗讀書之後，認識到支聯會啊，亦都讀歷史啊。咁於是參與支聯會工作，做義工之後做常委咁樣樣。咁亦都係到呢一個支聯會裏邊嘅支持做副主席。咁而家佢對歷史嘅堅持或者對真相嘅堅持係非常之值得人敬佩。咁一個咁堅定嘅女子係實際上係好值得人敬佩。咁何俊仁同李卓人係唔同嘅。李卓人大家知道咧，喺64嘅時候佢係有攞到呢個支聯會即係當時支聯會應承啦，支聯會亦都係籌到經費。支聯會即係當年咧就李卓人係好標誌係攞咗即係香港市民嘅捐款去到北京嘅，去支援呢一個即係喺天安門廣場裏邊嘅學生嘅。咁後來被扣押咧，就當年經過啲外交途徑咧，就先至能夠令到支聯會咧即係當時嘅李卓人翻嚟。咁何俊仁亦都喺過去嗰30幾年啦，就喺支聯會嘅活動裏邊係從不呢一個缺席嘅。咁喺過去30年裏邊都係支聯會嘅常委啊，或者係副主席、主席啊咁樣。咁或者秘書乜都做過啦。咁佢都係兩位都係喺64裏邊一個重要嘅人物即係支聯會嘅重要人物。咁兩位都係我嘅非常之好嘅朋友啦。咁李卓人係好值得大家敬重嘅對64嘅堅持，對真相嘅堅持。咁佢年輕過阿何俊仁，佢今年69歲，都快要70。咁我希望佢能夠好健康地能夠即係獲得輕判，然之後就盡快呢一個出獄與家人團聚。咁何俊仁似乎佢咁多個人個情況係比較差啲，佢嘅身體嘅狀況係比較差少少。咁佢嘅精神狀態仲係好健康嘅。咁但係佢又有啲甩牙啦，身體嘅情況係大家明白，喺天氣咁熱嘅好熱嘅情況之下，喺裏邊咧單獨喺大喺裏邊囚禁咁耐咧，何俊仁1200日咁李卓人都超過1600日，咁即係一個好即係困難嘅生活嚟嘅。咁我梗係希望佢哋兩位係早啲出嚟啦。咁我希望能夠佢哋有機會同佢哋再聚嘅相聚。首先咧對個裁決咧我都唔意外嘅，因為由頭到尾我覺得都係一件政治嘅審判嚟嘅。咁國安法喺2020年應該2020年6月30號凌晨晚上11點鐘，夜晚11點鐘生效。咁呢件案件咧就告支聯會咧就係2020年7月1號至到2021年嘅9月8號，支聯會係9月8號就開大會啦，就決定去解散啊咁樣。咁其實喺件案件裏邊咧就呢一段時間即係國安法生效之後咧，其實支聯會已經進入一個即係冬眠嘅狀態。部分嘅領導人亦都係被呢一個即係拘控檢控大家知道支聯會最重要嘅活動就係6·4紀念啦，係嘛？晚會咁樣樣。而6·4晚會一個合法嘅晚會係2019年咧係進行嘅。2020年嘅6月4號咧，即係國安法生效前咧，已經係冇批准到呢一個不反對通知書。支聯會嘅常委就帶自己入去呢一個冇大台嘅情況之下，喺支聯會喺呢一個維園裏邊咧舉行一個即係冇批准反對通知書嘅集會。咁但係去到21年嘅時候已經冇任何呢啲嘅活動㗎啦。咁簡單嚟講咧，就因為其實個案件本身係講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啊嘛。咁更加重要就係後面嗰句就要使用不法手段啊嘛。咁其實支聯會都冇任何呢一個即係行動咧做過嘢。咁唯獨是最重要嘅就係一個主張啫嘛，就係所謂5大綱領。5大綱領嘅其中一項就係結束一黨專政。咁但係其實結束一黨專政後面有一句嘅叫做建設民主中國啊嘛。咁最重要就話唔係要結束共產黨領導，當然啦，結束共產黨領導或者係呢一個係好多人嘅夢想。但係支聯會嘅主張就係最重要就係後面嗰句就係
建設民主中國，係一個所謂民主嘅中國即係有選舉產生嘅政府咁樣。咁但係今次呢個法官啦就認定咧就係共產黨領導咧，因為其實2018年嘅憲法即係中國憲法好多個版本啦，由1950幾年開始到而家有好多個版本，但係呢一個2018年嗰個版本即係最新嘅版本咧，係冇嗰幾句嘅，冇一個所謂一黨專政呢4個字。咁當然憲法嘅總綱裏邊有呢一個所謂共產黨領導有清楚嘅，但係結束一黨專政係唔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如果你有呢個選舉產生，咁共產黨係能夠贏到人民嘅支持嘅時候，咁咪繼續領導咯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啲嘅所謂論點咧，喺今次嘅判詞裏邊咧，俾法官完全咧都已經係否定嘅咁樣。咁呢個當然啦，就即係李卓人同埋夏正龍花咗好多氣力咧去申辯啦咁講一啲即係論據出嚟。咁但係呢啲都唔被呢一個法官接納。相反咧，法官而家就好清楚咧，就係即係接納晒呢一個控方嘅一啲嘅論據啦即係雖然佢冇講係一黨專政但係最重要就係即係你否定呢個所謂共產黨領導咧就違法啦咁樣。咁今次都係一個預期之內嘅一個結果，但係對香港整體而言咧，喺成個由2020年國安法生效之後咧，重大嘅案件今次係一個可以咁講係最後一單，唔係最後一單，最重要嘅其中一單。大家知道咧，就支聯會案件係比較後期開始嘅。咁最開始嘅時候就係47人案啦咁樣。咁但係47人案、黎智英案咁同埋呢一單咧，呢一單已經係呢3單裏邊係即係比較重要嘅案件，係最後一單。咁亦都標誌啦，呢個大家明白，支聯會6·4晚會咧係一個喺97前後都有舉辦，而喺97過渡嘅時候咧，差唔多能唔能夠反映香港有一國兩制，就係支聯會嘅6·4晚會。有6·4晚會，多多少少能夠象徵到一國兩制嘅存在。2019年係最後一次合法嘅燭光晚會，2020年咧係唔合法，即係唔合法嘅，即係喺政府眼中。咁但係都有個燭光晚會，但係2021年之後已經完全冇燭光晚會，咁亦都標誌呢一個一國兩制嘅死亡。今次嘅判案咧，亦都清楚表明咧，香港已經嘅一國兩制係蕩然無存㗎啦。咁香港亦都唔能夠公開悼念呢一個6·4。簡單嚟講，連表達嘅自由都係被埋沒㗎啦。客觀啲講，香港已經失去咗，已經冇咗一國兩制，亦都係唔能夠自由表達自己意見嘅一個地方。今次國際社會嘅反應咧係都係大家係希望能夠得到國際嘅社會嘅支持啦，希望能夠香港盡快呢一個廢除呢一個國安法恢復翻到呢一個2019年或以前嘅香港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大家都未明白喺而家香港，喺而家嘅中共領導之下咧，香港只能夠越嚟越變得差言論自由都冇啦，呢一個嘅香港嘅表達自由更加係受到限制啦。香港無論係一啲重要日子以前嘅7·1有遊行元旦有遊行6·4有晚會你見到呢一啲咧已經全部呢一個已經係失去晒。